數學解難訓練，而家每一題裏面都會有6個盒子嘅喎，而盒子上面嘅圖案都係有規律嘅。你哋估下問號嗰個盒子究竟係少咗邊一個？究竟係 A、B 定係 C 盒子呢？首先，我哋嚟睇下例子1。而家1至6個盒子都喺齊度啦。第4個係問號嚟嘅喎，咁究竟 A、B、C 邊一個先至係第4個盒子呢？做呢類型嘅題目呢，記住喎，我哋要將佢分開嚟睇嘅。例如，好似呢條咁樣，首先我哋就會將佢分開做圓嘅大小，睇下有冇規律先。跟住再睇下圓嘅顏色，又有冇規律喎。咁樣做就會揾到正確嘅答案㗎啦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圓嘅大小先。如果我哋將圓嘅大小全部排一次嘅話，第4個我哋未知啦。大家發唔發現到啲圓形係由細至大咁樣排列㗎？咁我想問下，問號呢個第4個圓形會係幾大到呢？冇錯啦，大概就係咁大到啦。而家我哋嚟試下畫低佢啊！但係 A 同埋 C 呢兩個圓形都係同我哋而家估計嘅一樣大小嘅喎。咁究竟我哋嘅答案係 A 定係 C 呢？咁我哋就要睇埋第二樣嘢咯，就係圓嘅顏色啦。首先，我哋逐個嚟睇下先。第一個圓形係黑色嘅，第二個係白色，第三係黑色，第四我哋唔知道嘅，第五係黑色，第六係白色嘅。大家注唔注意到佢哋顏色上嘅規律啦？第一係黑，第二係白，第三係黑，所以第四即係冇錯啦，即係白色啦。所以今次嘅答案好簡單啦，答案 A、B 定係 C 啊？啱啦，答案就係 C 啦。記住喎，呢種嘅題目，我哋一定要將唔同嘅圖形性質將佢分開嚟睇，咁樣就會揾到答案㗎啦。而家同學一齊嚟試下，自己做一做例子2啊，用2分鐘時間睇下你做唔做到。
例子2，而家一樣有6個盒子喎。今次嘅圖案就複雜啲啦。第4個會係問號嚟嘅，咁究竟問號呢個位置應該係放 A、B 定係 C 呢？首先，今次大家分唔分得開有2種嘅圖形啊？冇錯啦，第一種就係圓形啦，我哋就係睇佢嘅顏色嘅。第二種，我哋見到有啲長方形喺盒子裏面喎，而佢哋嘅位置都有啲唔同嘅喎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圓嘅顏色先。好，第一個盒子白色，第二個黑色，第3個白色，第4個唔知啦，第5個又係白色，第6個係黑色。咁我想問下，第4個會係咩顏色呢？冇錯啦，就應該會係黑色嘅。但係喺 A、B、C 3個選擇裏面 ，A 同埋 B 都係黑色喎。咁究竟答案係 A 定係 B 啊？呢個時候我哋就要睇埋長方形嘅位置啦。長方形嘅位置都有規律嘅喎。如果我哋將6個盒子重疊起嚟睇，首先如果將佢哋重疊一齊嚟睇嘅話，就會好似紅色呢個箭嘴咁，長方形會沿住咁樣移動嘅。首先第一個盒子，第2個，第3個，第4個唔知啦，第5個，第6個，再睇多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究竟第4個盒子應該長方形會係點樣放呢？冇錯啦，就會放喺右下角嘅。咁所以答案即係邊個啊？冇錯啦，答案就係 B 啦。